富人靠科技，穷人靠变异。这句话似乎成了超级英雄的经典写照。可不穷不富的人又该靠什么呢？Shenzhen, China。1929年的美国，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，华尔街整体陷入瘫痪。大亨俯瞰自己毕生打造出的金融帝国而感叹，儿子谢尔顿让他下去主持大局，得到的回答是马上下去。天真的小儿子没听出父亲的言外之意，结果大亨真的没有食言，他的确是马上下去了，亲眼目睹父亲跳楼。我想无论哪个儿女都无法接受吧。第二天报纸就刊登大亨自杀的新闻，但标题却是大亨拿沾满工人血汗的养老金为赌注，最终血本无归，选择逃避式跳楼。谢尔顿不听大哥的劝阻，冲进星球日报，控诉着父亲为美国建设做出的贡献。殊不知他痛骂的格瑞斯会是他未来改变人生不可或缺的人。骂着骂着，他竟开始流鼻血。Your nose is bleeding.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f. All of you. 正当他要起诉报社时，却在哥哥的口中得知报社刊登的都是真的，确实是父亲炒股赔光了工人的钱，甚至为了断臂求生，哥哥沃尔特要关闭工厂，将所有工人撵到大街上。父亲的葬礼上，谢尔顿致悼词，由于伤心过度，他当场晕厥。等他再次醒来，脑海中浮现出很多不属于他记忆的片段，串联起来似乎是他们一行人历经9981难，不远万里西天取经的故事。也就是那天起，他经常能看到死去的父亲，并与父亲展开亲情友好的交谈。He's just here for the spectacle, because that's what they want. That's what they want to see. Just like this. Get away! 大家都认为谢尔顿从小在溺爱中长大，如今接受不了父亲的不道德，精神崩溃疯了。唯独好友乔治与其他人意见不同，可临走时，他竟偷偷拿走谢尔顿胡乱绘画的碎片，想必是他从中发现了什么。之后，他将每张画的一部分拿出来重新拼凑，竟意外拼成一张完整的图案。带着重大发现，鼓足勇气再次来看望谢尔顿，哪曾想好友已经恢复正常，与之前相比，简直就像是两个人，根本就不记得自己疯癫过。不过，当乔治拿出拼好的图案，询问他是否在哪见过时，谢尔顿的脸色陷入了凝重，似乎他也不知道图案代表着什么。听到父亲的问候，谢尔顿又犯病，诡异的片段再次闪现。这次他看清胡乱画的图案是老旧风车，乔治立刻拨打120求救。电话接通后，病人却不见了。沃尔特迟迟找不到弟弟，便把责任都怪在乔治头上，并随口说出乔治的家族已经破产，再也不是那个人人仰慕的上等。失踪的谢尔顿听从大脑的指引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来到了堪萨斯州的小镇。在这里，他果真看到了那个老旧风车。看来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距离越近，他脑中的反应就越强烈，浮现的画面也更清晰。仿佛间，谢尔顿竟看到幼年的自己站在面前。很显然，屋内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了。但就在他放松警惕时，身后却传来左轮手枪压倒撞针的声音。Been waiting for you. Best get to it. 原来能看到异象的人不止谢尔顿一个，老者本是皇家海军的2等补给士官，跟随驱逐舰巡航，竟遇到他从未见过的风暴潮。风暴似乎有生命一般，每次都能预判舰艇的掉头方向，提前1秒击碎他们的希望。老者因此多处骨折昏迷。苏醒后，他也听到看到不属于他的画面，并且他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生还者。此刻，谢尔顿的父亲又出来搞怪，向儿子灌输腹黑言论，同时老者也能察觉到第三方的存在。Was it somebody close? Whoever was talking to you. 他奉劝谢尔顿不要相信脑海中的声音，最终会将你带入无尽的深渊。还没等彻底搞清楚一切，老人便举枪自杀了。虽然谢尔顿满脑子问号，但血液让他看到了地窖入口。地窖里坐着6具不同年龄的干尸，看样子像是一家人。墙上勾画的符文与谢尔顿脑海中的完全一样，应该是老人幸存后鸠占鹊巢杀了这一家人。眼下谢尔顿已经分不清善与恶。桌面上突然出现他父亲最喜欢的怀表，附近有用血留下的坐标。此刻怀表有节奏的滴答声被寂静无限放大，如恶魔的脚步逐渐逼近。这是谢尔顿第3次流出鼻血，难道这是什么预兆吗？转眼间6具干尸竟变成他熟悉的人。哥哥沃尔特还对着他诡异的笑着，他顾不上多加思考，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不过他刚逃出木屋，就遇到赶来的沃尔特，他又是怎么知道谢尔顿会在这里？